最初第一代批准用於治療抑鬱症嘅腦刺激系統咧，係冇導航功能嘅，所以醫生睇唔到患者腦裏邊嘅實際結構係點樣。治療時候，電磁線圈放喺頭部咩位置進行治療咧，都只可以靠估算嘅，好多時候未必準確，對治療效果有一定嘅影響。依家最新第三代嘅配有磁力共振影像引導加電場導航功能嘅智能定位腦刺激系統咧，醫生係治療之前可以透過患者嘅 3D 腦影像計算出治療嘅位置、刺激嘅強度同埋方向。治療期間咧，亦可以透過熒幕即時監察，確保治療當中唔有任何嘅偏差，實現一個個體化嘅精準治療。